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，即嘛时代哪来哪进步？咱逐工毋若是咧电视机和大家来见面，搁加一个网络直播和大家来相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电视这个视，这个视就是看的意思。啊，若是详细看、斟酌看，咱讲视察，也搁有考察，就变做是视察。目睭看的范围，咱讲是视线；啊，若固定范围内，咱的视力，咱讲是眼力；啊，若较远的看袂清楚，就变做近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读做声视，嘛有人讲是车目，会当讲是目睭车斜，啊，若是目睭车斜，你咧甲人看，嘛有轻视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监视，意思是讲暗中注意人或者是场所有啥物款的动静变化。另外，监视器较早嘛有人讲是电眼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头家和人客冤家，互对方侮辱，一个调监视器电眼，敢若看到头家伊目睭掠咧对方金金看，声视无讲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诗提供互大家来参考。